远方缓缓驶进的火车，满载着一份思乡者的期待。看着月台上搭火车的旅客，竹田车站的站牌就好像诉说着欢迎光临。在竹田乡搭火车是很好的选择，不但可以轻松自在地搭乘火车，还可以欣赏客家的景物之美。我哋見到目前我哋竹田啊，可以講是一個本然嘅觀光嘅地方啊。我哋竹田一個語言啊，一個火車站本來啊就喺山處嘅，經過啊大家睇嘅支持啊，睇嘅呢就上面呢嚟協調啊，保存下來。竹田村古村吞不走，也係選民還是對跳太長嘅入來嘅時間，都其實建立一個米廠嘅集散中心。而家米廠當更加係保留嘅安好係因為我哋竹田村民都有以前嘅一個反映。過來佢有池上一郎文化嘅教育，池上一郎先生喺日本，讀完日本以後呢，佢喺日本也拿到一個醫學嘅博士，因為也實驗到也天野故鄉竹田州。所以利用以後嘅人嘅嗰度嘅文化、嗰度嘅樹有一個機會嘅時間，去揀出來，我哋竹田村民來做一個感情嘅一個回饋。在竹田謝鄉長及副村長的努力之下，現在的竹田茶站已列為古蹟。除了保存原有的車站的古貌，車站內還保存了售票口，舊式車站內的器材也結合驛站的池上文庫及傳統米倉，形成了深具特色的竹田義園，並賦予新的文化生命，可激發鄉民借此思古幽情。而位於竹田鄉西市村的忠義祠是六堆客家人的精神堡壘。早期建祠堂的目的，主要為了紀念保國衛鄉的六堆烈士。一個忠義祠啊，因為特別我哋南部客家人的一個精神的一個堡壘用嘅，所以你哋泰國人來都有啊，一天呢，如果講加挨嚟啊憑弔，嚟啊祭拜，表示講對我哋客家過去的因靈因魂佩服尊重佢哋過去所做一種行為。北部客家人呢有義民廟，南部客家人呢都有忠義祠。相對來講，客家人呢在台灣的歷史上呢，會做到一種對社會呢政治安全的一種力量。所以南部客家人呢對忠義祠地位忠勇公非常的欽服，也係我哋精神的主要代表。當然近幾年來呢，我哋鄉親呢慢慢呢有了解到忠義祠的重要性，也希望呢所有客家人能夠呢來到我忠義祠來參拜我忠勇公，來體會呢客家人的精神呢，作為下輩客家子孫呢傳承最重要的一個教育地方。在莊嚴肅穆的忠義祠後方，是呈現美輪美奐的客家文物館，外觀以福建邵安的圍龍屋建築而成，令人有緬懷原鄉的情懷。館內展示的是為客家文物及六堆文化的收藏，盡心為客家傳承做努力。另外結合了親子彩繪檳榔扇的活動，這個是客家人在廢物利用的巧思下，將檳榔老葉重新繪製的客家文化。在親子和樂的參與當中，似乎也喚起了過去一段段美好的傳統記憶。比方講，我哋客家呢對，包括其他族群、原住民族群、我哋婆羅族群呢，包括我哋其他縣市嘅我哋客家族群、其他族群，多多嚟同我哋參觀我哋客家文化比賽，我哋選民呢勤耕予讀，我哋上網答辯刻苦、刻苦耐勞嘅精神，睇一邊看得到。看到一群群年輕的學子以開朗的心情來感受客家文化的熏陶，讓客家文物館的興建有了傳承的意義。因為竹田鄉多元化的觀光特色，連帶着也造就了六堆文化的發展，提升鐵路文化風情旅遊及客家文化之旅，是南台灣旅遊的觀光據點。就好像竹田義園的火車即將啟程，滿載客家人的希望，駛向屬於自己的未來。